買咩啫又啊？不是那个仓鼠的窝吗？屌咁細隻，邊有用啫？我都不想養的，难道要像锅那么大？你把人家装在锅里面，那锅都是来熬水的。我觉得那锅还好一点哦。死开了你！这死狗一直在盯着，想着是不是他自己也有份。你怎么什么表情出啊？佢冇份啦，他沒份啊。给你，你能睡吗？你唔使睇啦，冇你份啊。跳进来这个。咩啊？哦，这个喝水的还是有点用。那仓鼠1周都没给人家喝水了。这怎么安装的呀？这个不用安装啊。这个啥来干什么的呀？这个？那不知道，研究一下啦。你们看，娃在研究，翠花在研究。喂，而家隻倉鼠做乜咁好待遇啊？唉，咁你都有個竇啦，阿倉有個竇有咩問題啊？我感覺佢個好啲咯。喂，我話要整個。唉，唔識整就唔好整啊，等我翻嚟先整啊。咁複雜嘅，點整嘅啲嘢？做咩法揾整唔掂啊？整唔掂咪冇整啊！有沒有說明書啫？沒有。啊？沒有。沒有怎麼弄啊？那麼複雜嘅那個倉鼠嘅窩啊？你智商那麼高，還會裝不了？這真的搞不清楚哪裡扣哪裡了，我怎麼翻來覆去都不知道怎麼扣嘅。唉，放這裡，明天再弄啊。結果倒個垃圾回來，發現已經弄好了。啊，厲害喎！我都不會弄啊，你做㗎？你是個孩子，難道是他自己安上去的咩？啊，捉個倉入嚟先。倉，哎呀，搞咩啊倉？搬屋啊？起身啦！哎呀，有少少糠喺度就得啦。倉啊，倉，哎呀，倉。嗱，得閒喺度跑下步啦，跑啊，上啊，跑啊！是不是上面圓圓的這個才是睡覺的地方啊？你理得佢喺邊度瞓啊？嗱，想飲水呢度有水飲啊！喂，你做咩啊？你仲要攞佢入嚟啊？啊？我攞佢入嚟有咩問題啫？又唔係同你瞓。這個翠花一直對人家虎視眈眈，左聞右聞的。喂，人哋瞓咗覺，你又冇搞住人哋啊！翠花啊！屌，點解佢有個新竇口我冇啊？冇搞住人啊！叫你冇搞住啊！行開！要問我就係唔做，我就係唔做。走唔走？走唔走？點解我冇瞓啊？你講下道理好唔好？家下你冇個竇口咩？一早買俾你啦！人哋阿倉啊瞓出邊個胎撐咋，仲要俾個撐蓋冚住，熱到底褲都濕埋啊！而家咁天氣，你知唔知啫？阿聰有底褲着嘅咩？我意思即係話熱到個屎忽兩邊啲毛濕晒啊！你知唔知？你有冇啊？啊！你體諒下人哋先得㗎，冇你咁好氣啊！真係。屌你，我熱得佢香哦！啊！我知你熱㗎啦，呢天氣。全網有幾多隻狗有專門風扇啊？咁啊，倉有冇啊？梗係冇啦！啲待遇點可以好過你㗎？咁啊，倉會唔會熱死啊？唔會嘅，最多條底褲濕咗又乾，乾咗又濕啫。哇！呢個幾慘嘅喎。咁慘你出去瞓嚟啊，倉入嚟瞓啦好冇？屌你講係啫。